歡迎收聽日本界位。今日為大家講嘅題目係風林火山。要講到風林火山，大家可能係諗到麥浚龍嘅電影，而好多人亦都會聯想到嚟自日本武將武田信玄嘅軍旗。軍旗上面所寫嘅中文字係嚟自《孫子兵法·軍爭篇》裏邊講嘅：疾如風，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動如山。要注意風林火山四個中文字唔可以調轉次序嚟讀，否則就會變成林風火山。雖然日本都有111座活火山，但係我哋今日會繼續講解風林火山嘅真正意義。疾如風意思係行軍速度要好似疾風咁神速。徐如林意思係調動嘅時候要好似樹木咁井井有條。侵略如火，攻勢要好似火勢咁迅速蔓延。不動如山，防守嘅時候就好似山咁樣難以撼動。武田信玄係日本戰國時代嘅武將，人稱甲斐之虎，同越後之龍上杉謙信、上毛之師北條氏康齊名。由於當時係日本嘅戰國時代，步兵、騎馬隊對打仗嚟講係非常重要。而作為一位軍事謀略家，武田信玄巧妙咁利用咗《孫子兵法》嘅風林火山，應用響戰場上邊。除咗利用農民製作風林火山旗響戰場上振奮士兵嘅士氣之外，更加創立咗騎兵隊，再配合戰場上嘅地形。而每次當敵方遇到武田信玄嘅甲斐騎兵隊，通常都係落荒而逃，或者係全軍覆沒。再加上武田信玄旗下有24名武將，猛將如雲，往往令佢都可以喺戰場上邊得勝。另外，《孫子兵法·軍爭篇》提到嘅風林火山後邊仲有兩句，分別係難之如陰同埋動如雷震。所謂難之如陰，就係當軍隊隱蔽嘅時候，要好似陰天見唔到月亮一樣；而動如雷震，就係指軍隊行動起上嚟要如雷霆萬鈞，迅速勇猛。至於武田信玄點解冇將呢兩句納入去軍旗裏邊，後人就揾唔到相關嘅記載。翻到嚟現代啊，響日常生活裏邊，我哋亦都唔難發現風林火山呢四個字嘅蹤跡嘅。例如有由三船敏郎主演嘅日本古裝電影，而唔少嘅動畫甚至電子遊戲裏邊亦都可以揾到風林火山呢四個字。例如係街頭霸王阿龍嘅場景朱雀城都有風林火山四個字，而佢嘅腰帶亦都係寫住風林火山。漫畫筋肉人亦都以風林火山作為佢嘅摔角絕招。另外，名偵探柯南亦都出現過風林火山嘅故事。當然，仲未包括機動戰士嘅風林火山篇，同埋響日本林林總總以風林火山命名嘅飲食店。另外，日本有好多公司將風林火山呢個理念發揚光大，應用響管理模式 PDCA 或者其他嘅經營模式上邊。至於香港方面啊，我哋亦都有由練馬師文家良同埋騎師黃寶妮嘅合作馬風林火山。至於由尊奴執導嘅電影《風林火山》，已經鐵定響10月1號響香港上映，而台灣方面亦都會響10月9號上映。呢個係金城武闊別影壇8年嘅作品，當中巨星如雲，劉青雲、梁家輝、古天樂、杜德偉、鮑起靜、高圓圓、任賢齊、衛詩雅等等。呢出由2017年6月開拍嘅電影，已經令到觀眾足足等咗8年，亦都係尊奴繼僵屍電影之後第2部執導嘅電影。除咗演員金城武備受矚目之外，
電影裏邊搭建嘅1:1銅鑼灣實景，亦都係今次嘅電影賣點。《風林火山》呢套電影能唔能夠響香港電影史上面動如雷震呢？呢個答案就留翻俾大家去發掘。你聽緊嘅係日本界位，一個專門研究日本流行文化嘅節目。好，到最後我哋一齊複習一下風林火山嘅意思。風林火山係嚟自《孫子兵法·軍爭篇》嘅4句說話。道如風，唔好意思，疾如風，隨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動如山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我哋，就記得訂閱日本界位呢個頻道啦。我哋每個禮拜都會更新潮流文化嘅影片，約定大家，我哋下星期見。